对对。你我小拄伫咧一天。啊，讲一种鱼啊，就是介绍看看哦，温皮皮啊，所以安尼代表要开始啊，就代表要开始啊。1、2、3。阿红，你几颗了？我十粒吧。你慢慢来没关系，鹅还很好吃。哎呦！一下都记得对吗？哇！一下，你下你放屁吗？上放屁啊！去咯！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，耶！